大不了我谁都不嫁，我不嫁给他，我也不嫁给你。为什么？龙小弟，你是个好皇上，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，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。在朝堂之上，任何一个人说了，朕都不会轻饶的。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，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。那你说，你是朕的什么人？老大，这次出巡呢，真的是感慨万千啊！不仅体察了民情，还学到了很多朕在御书房里和朝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，尤其是还跟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，那将是朕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。你看看这个。还记得那日你说过，这个“龙”字就是一个龙加一个耳字组成的，意思就是皇帝的耳朵是个摆设，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心声。朕听了那番话以后，心里很是震撼，所以回了宫以后，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提了这个字儿，以随时警醒自己，不能做一个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。你明知道我就是随便一说，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？花儿，等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，朕就好好的办你我之间的事情。你我之间有什么事儿？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只做个笔墨侍书，然后等到你那未婚夫回来，出去跟他成亲啊？你虽然是寻常女子，朕不能立你为后，但是在这后宫佳丽3000之中，无人能及你在朕心中的地位，所以朕要给你抬个7级，纳你入后宫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朕记得你之前说过，皇帝是这个世上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可是，在山西的那间草房中，你不是已经改变了对朕的看法吗？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现在我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在那间草房中，咱们同居了数日，朕看过你的身子，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。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心里放着朕，还出去跟你那个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亲吗？大不了我谁都不嫁，我不嫁给他，我也不嫁给你。为什么？龙小弟，你是个好皇上，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，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，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又爱又怕的皇上。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啊，难道你单独跟朕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害怕吗？龙小弟，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？你不能。我不想跟东宫娘娘、跟西宫娘娘共享一个丈夫，你懂吗？一个妻子想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却见不到，每天打扮好，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，对着蜡烛垂泪，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反正你已经后宫佳丽3000了，少我一个又如何呢？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，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。罢了，纵然朕贵为天子，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。朕只有珍惜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。
太医，公公有什么吩咐吗？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，怎么？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奕欢，你心里不好受啊？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？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？这不是我想要的。奕欢年少单纯，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。我担心的。你把奕欢拉进宫里来，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。可是没想到，皇上对奕欢动了真心，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。是我大意了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唉，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，我也很是不安呐，但我又无可奈何。我知道你跟你爹一直想要光复大明，我劝不了你，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，就连我这条老命，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。我劝你赶紧把奕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，我年纪大了，受不了惊吓啦。什么？你和奕欢要撤出宫去？康熙跟奕欢的情形，你一直看在眼里。我不能把奕欢留在宫里了。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，那你们就先撤走吧。这寻找铜匣和查出明珠谷内奸的任务，就交给我吧。眼下宫里的局势如此复杂，把你一个人留在宫里，太危险了。有你这份担心就足够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大师兄，你别这么说。如果任由小师妹留在宫里和康熙继续发展的话，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。对奕欢和我们著名联盟来说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趁他现在对康熙的心思才刚刚开始，赶紧把他撤走吧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只有你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会为我着想。但是，我却无以为报。大师兄，你的平安和幸福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